在日本有一种职业叫渣男劝退师，他们会根据女客户的要求变成渣男最喜欢的样子，等到目标彻底爱上他们后再给予定拳出击。女主麻子号称渣男收割机，平日里顶着一个蘑菇头不修边幅，一旦有失恋的女孩找上门，她就会化身复仇天使，无论是什么类型的渣男都能轻松玩弄于股掌之间。今天的目标就是这个花花公子，男人表面上是个儒雅的上班白领，背地里却是个脚踏几条小船的斯文败类，追求女孩时总会露出自己含情脉脉的一面，等到女孩对他爱不释手提出结婚，他就会使出 PUA 大法，讽刺女孩想和他结婚简直是痴心妄想，还说他只是看上你某方面的强项而已，三言两语就把女孩贬低到头里，无辜的女孩还会认为都是自己的错。不过男人这次却翻了车，宴会上他正四处打量寻找新的猎物，麻子从楼梯上缓缓走下，顿时吸引了渣男的目光，一身保守的着装再配上不自信的表情，在男人堆里仿佛受惊的小白兔，这样的女人最好拿捏。不出所料，男人看见麻子很快就上前搭话，表现得彬彬有礼，还和麻子交换了名片。第二天男人就迫不及待地展开攻势，利用工作的借口约麻子一起进餐。交谈中麻子毫不掩饰地表达对男人的崇拜，让男人的自尊心得到极大的满足，随后还无意间表明自己从来没有谈过恋爱，单纯的表情加上甜甜的笑容让男人感到十分满足。看见男人逐渐上钩，麻子趁机加大火力，假装撩头发抛出信号让同伴打电话给自己，营造出还有其他追求者的假象，让男人产生危机感。他果然加快了追求麻子的进度，开始上演自己的惯用套路，每天接送麻子下班，9块9包邮的项链一个劲的送，最后在浪漫的摩天轮下深情告白，牵手成功。就在男人猴急的想邀请麻子到家里坐坐时，麻子又使出得不到才会更珍惜的套路，面带歉意的表示今晚不行，自己明天还要去巴黎出差。又如麻子所料，男人听到不怒反笑，像他这种在大厂打工的精致男人，认为只有工作出色满世界出差的女人才配得上他。不知不觉间，男人已经被麻子死死的拿捏住，甚至产生了求婚的想法。而此时的麻子正在99元的影棚里熟练的拍着巴黎游客照，等待着最后的收网时刻。可没想到女客户突然打来电话，要求停止报复渣男的行动。麻子一听就知道发生了什么，果然是男人按捺不住躁动的身体，又跑去撩女客户，不争气的样子顿时让麻子无语。他觉得更不能轻易放过这个甘蔗男了。麻子稍加诱惑，就让男人丢下女客户离开房间。等女客户娇羞的从浴室走出来，只看见麻子坐在床上，他这才意识到自己又被骗了。果不其然，2天后，男人决定向麻子求婚。他在餐厅里布置好了一切，一个响指打出来，灯光瞬间变暗。在万众瞩目下，男人手捧鲜花，缓缓跪倒在麻子面前，自以为深情的告白。麻子却不以为意，他脸色一变，原本准备好的玫瑰花突然变成了小蘑菇。宾客们立马哄堂大笑，男人从未感到如此丢脸。他打算忍一忍，继续求婚，但麻子更是笑得不能自已，面带嘲笑的看着男人，说起他的经典口头禅：“我们不就是玩而已吗？”男人到现在还以为这是什么整蛊惊喜，突然发现坐在一旁看戏的前女友，这才知道自己被耍了。就在他恼羞成怒时，助理拿出男人出丑的小视频，告诉他只要自己小手一按，你的那些丢人画面就会被传到网上去。男人也是真的怂了，卑微的哀求着放他一条生路。由于行业的规定，他们只能报复不能杀生，于是麻子将处置权交到女客户手上。很快事务所又来了新的单子，一个打扮遮遮掩掩的富婆走了进来。她在日本号称渣男收割机，你只需要付费20万，不出1个月就能让你的渣渣前男友痛不欲生。今天他的目标是这个酒吧软饭男，凭着一手高超的调酒技术和满嘴的甜言蜜语，把众多富婆哄得服服帖帖，纷纷愿意自掏腰包给他买营养品。只要你足够有钱，他就能把你伺候得舒舒服服。一旦你的存款被掏空，他就会马上投入其他富婆的怀抱。不过这次男人却栽了个大跟头，麻子一身貂皮大衣来到酒吧，一下就吸引了男人的目光。年轻貌美的小富婆正是他的最爱，男人像个狗腿子一样凑上前和麻子搭话。得知麻子的身份是财阀集团大小姐后，眼冒星光，使出浑身解数给麻子调酒，只为得到麻子的青睐。麻子浅尝一口后便眉头紧皱，嫌弃之意不言于表。这么难喝的酒也会有人来喝的吗？放下10块钱小费后便转身离开。一贯受富婆追捧的男人哪能忍受这种耻辱，暗暗发誓一定要拿下麻子这个大小姐。果然第2天麻子就收到男人的邀约，酒吧里他小心翼翼地服务麻子，还自以为体贴地坐到麻子身边，心疼他年纪轻轻就要独自继承千万家产。麻子也顺势配合他表演起来，腼腆又娇羞地表示男人是最理解他的人。后续的日子里，两人见面越发频繁，但迟迟没有确定关系。着急的男人让服务员直接上最烈的酒，打算灌醉麻子来个生米煮成熟饭。结果麻子没有半点醉意，头脑依旧清醒。在音乐的烘托下，男人发现自己竟动了真心。这一次不管是人还是钱，他都要搞到手。眼看着鱼儿上钩，麻子决定加快速度解决掉男人。他给自己安排了一出相亲的好戏。男人得知这个噩耗，就火急火燎的往外赶，生怕自己的富婆被别人拐走了。一见到麻子就抓着他的手逃离现场。爱情的小火苗愈演愈烈，此刻的他愿意为麻子做任何事情。麻子当然要给他一个表现的机会。
她告诉男人自己为了和他在一起已经被赶出了家门，只有在外面创业成功才能回去继承家产。现在身无分文的她只能去借高利贷创业。被爱情冲昏头脑的男人哪里舍得让麻子受这份苦，当即就拿出自己的全部身家支持麻子。就在他掏完钱准备开始深情告白时，一个秃头胡子男走了进来，麻子上前亲切地揽着他，还美滋滋地向男人介绍这是他的未婚夫。男人崩溃不已，大声质问着麻子这到底是怎么回事？难道自己不是你最喜欢的人吗？麻子却理所当然地表示你不过是我的一个钱袋子吧，痴心妄想什么呢？你对其他女人不也是这样吗？一时间遭遇人财两空的男人瘫倒在地大哭起来，这副窝囊的样子让原本对他有意思的富婆都嫌弃不已。又是一次完美的复仇。不过没多久，一个满脸泪痕的年轻女孩就来到了事务所，声称被渣男用私密照片威胁。女大学生毕业初入职场，不仅被上司潜规则，还被拍下不雅照威胁。女孩为了报复渣上司，她找到了号称渣男杀手的麻子。无论是脚踏几条船的海王，还是骗财又骗色的软饭男，对麻子来说通通都不在话下。这一次麻子变身超级宅女，一个说话结结巴巴但深谙文学艺术的女青年，联谊会上男人和热闹的人群格格不入，对其他肤浅的女孩也毫无兴趣。就在她不耐烦想要离开时，坐在对面的麻子结结巴巴的开口，话题直接进入男人最喜欢的老电影。她听到顿时眼前一亮，连忙和麻子攀谈起来。没想到竟然有人能和自己的灵魂发生碰撞，男人兴奋极了。接连几天他频繁约会麻子，两人一起看话剧逛书店，麻子毫不保留地展示自己的学识，又在言语中透露出对男人的崇拜。眼看着男人对麻子的兴趣越来越浓，他趁机拿起手帕笨拙又青涩地帮男人擦拭嘴角。身为情场老手的男人一看便知道这是什么意思，两人含情脉脉地对视。就在麻子以为男人会开始下一步进展带自己去小旅馆共度良宵时，男人却突然来了个大转变，表示要和麻子做最好的灵魂朋友。这话一出把麻子都整懵了，这哥们怎么不按套路出牌呢？情急之下麻子只能使出杀手锏。就在两人即将分开时，他意味深长地对男人说，既然做不了你的爱人，那我们就永别了。看着麻子挥手的决绝背影，男人再也忍不住了，他不能看着灵魂伴侣离开自己，冲上前将麻子牢牢抱住。接下来的日子里，男人即使经常和麻子待在一起，但背地里还是改不了渣男的劣行，一直也在和别的女孩进行交流，做人简直是毫无底线，美其名曰精神和身体是分开的两个体系。他再次联系上受害女生，如果女孩不和他走的话，他就会把照片发布到网上。女孩害怕的整个人都在发抖，但这次他没有妥协，大骂他是个无耻的懦夫，只会威胁女人做事情。一向自大的男人哪受得了这种刺激，一气之下将照片发送出去。想到忤逆自己的女孩即将身败名裂，他就倍感舒适，洋洋得意地和女孩说这就是不听话的下场。然后下一秒，灵魂伴侣麻子却突然出现，女孩小跑到麻子身边，男人看着眼前的状况满脸懵，麻子换上原来的眼睛，面带微笑地提醒男人看看手机的照片。男人顿感不安，低头一看，竟全是自己脱轨的照片，标题还醒目的写着爱妻人士不雅照。温柔贤惠的妻子看到了大发雷霆，公司同事也纷纷聚在一起抱团吃瓜。原来麻子早就联系了所有受害女孩，说服他们一起对付渣男，趁着男人熟睡时偷偷将照片调包，让他亲手把自己推进深渊。男人终于意识到自己完蛋了，麻子最后再留下一句话，和你聊天真是无趣透顶。这下男人的精神世界也彻底崩塌，麻子潇洒转身准备奔赴下一个目标。女孩遭遇变态前男友跟踪骚扰，就连家里也被变态男装上了摄像头。濒临崩溃的她找到麻子的复仇事务所，祈求麻子帮她彻底摆脱变态男。麻子了解到今天的目标是个控制欲极强的男人，在外人眼里他堪称完美，不仅工作十分努力，而且对待女友也是温柔专一。只有女孩才知道他有多可怕，从各个方面约束女孩3令5申，不许参加有男同事的聚餐，不许和男客户私下联系，更不许对陌生男人微信。分手后，即便女孩搬了好几次家都没能逃出男人的监视，他每天晚上都会打来电话，用阴森的语气和女孩说一定会守护好她。女孩每天都活在水深火热当中。麻子很快就在女孩公寓里找到了成堆的监视器，要想对付这种死变态，只能以不攻独坐的比他更变态。这一次麻子化身飞天小女警，就在男人准备偷偷溜进女孩家时，早在一旁守株待兔的麻子突然出现，正气凛然地开始盘问男人。可男人丝毫不畏惧麻子警察的身份，更是直言自己只是担心缺爱的女友才会偷偷跑来看他。而麻子则假装被他的爱情故事打动了，一脸心疼地看着他，甚至主动留下电话号码，并告诉男人自己愿意倾听他内心的苦恼。男人没想到竟然有人能理解自己内心的倾诉欲，瞬间高涨。第二天就约麻子出来见面，麻子特意换上一身邻家小妹的小裙子，一改之前英姿飒爽的女警形象。男人对麻子的好感预设，彻底敞开心扉畅谈起来。就在他对前女友赞不绝口时，麻子故意流露出失落的表情，再用小绿茶的口吻对男人说，真羡慕你的前女友能被你这么好的男人呵护着。最后再配上一个人畜无害的笑容，让男人心动不已。这一刻他觉得前女友也不算什么了。后面几次约会，麻子都会有意无意的带男人故地重游，比如和前女友相遇的小酒馆，又比如初次约会的林荫小道。男人逐渐忘记了和前女友的过往，一心都扑在麻子身上。就在他即将删掉前女友的联系方式时，突然发现女孩背着自己有了新欢，这让男人醋意大发，愤怒至极。
他伪造出女孩的不雅照发送到女孩的新欢手机上，新男友看见了愤怒的丢下女孩就转身离开。男人成功达到目的后再次拨通了女孩的电话，告诉她自己会牢牢守护她一辈子的。万分惊恐的女孩找到麻子告状，既然这样只能提前收网送渣男下地狱。男人像往常一样坐在电脑前监视女孩，突然察觉到有人来过自己的房间，与此同时一阵铃声响起，诡异的合成女声从手机传出。知道自己的一举一动都暴露在监控之下后，男人感到毛骨悚然，没想到自己也会被别人偷窥。他撕开墙上的照片，一个针孔摄像头暴露出来，而镜头后的麻子正模仿他对女孩说过的话：我会一直守护你的。男人不会知道这只是一个小小的开头，无论上班下班，麻子都一身黑衣，不紧不慢地跟在男人身后，让他也切实体会了一次被监视的滋味。不仅如此，麻子还将他骚扰女孩的证据大肆宣传张贴到公司内部，男人很快就名声扫地，被公司开除。走投无路下，他只能向身为警察的麻子寻求帮助。麻子索性也不装了，面带微笑地告诉他对女孩监视骚扰的证据已经被移交警局了，并且自己可不是什么小女警，而是号称渣男杀手的顶级下套人。失去工作和感情的男人再也没有任何顾虑，他死死掐住麻子的脖子，企图同归于尽，不料被麻子一个飞天腿踢倒在地。又一个渣男被成功解决，但很快又来了新的受害人。一个网络小明星哭着走进了事务所，人气男网红为了获取流量，利用狂热女粉丝的感情骗他拍下不雅视频。走投无路之下，女孩找到麻子的事务所。麻子是专门给渣男下套的顶级谋划师，最擅长根据渣男的口味打造出完美人设，让每个男人都对他疯狂着迷。今天的目标是这个欺骗无数女粉丝的网络男主播，凭借自己拍摄的正能量视频在网络一炮走红，轻轻松松收获100万粉丝。为了获取更大的流量，男人专挑小有名气的女粉丝下手，把女孩骗到家里，以感情为借口让女孩脱下衣服，再把偷拍下的视频恶意剪辑后发布到网络，标题就是网络新人为了出镜不惜主动送上门，但最后却遭到自己义正言辞的拒绝。一个正义耿直的人设被他玩得团团转，而受害女生却遭到无数谩骂。好在有麻子出手相救，要想接近这种100万大网红，没点热度不行。麻子化身网络新晋主播，走到大街上和男人拍摄同样的视频，不仅在人来人往的大街上解救被骚扰的无辜女孩，还跑去痛斥虚假报价的无良酒吧。短短几条视频，麻子就因为独特的风格和超高的颜值迅速在网络走红，人气一度超越渣男，而男人也坐不住了。他私下联系麻子，声称要和他合作一期视频，然后再把自己买通的路人叫来当面给麻子难堪。不过麻子可没有那么容易上当，推搡的过程中小手一松，转头就去扶老奶奶过马路。男人的计划被彻底搞砸，一时间在镜头里手忙脚乱。反观麻子一身正气又充满活力，网友对他的喜爱程度又增加了不少。接下来就到麻子主动出击的时候，他以道歉为由来到男人的工作室。刚一见面，男人又想故技重施，猥琐地对麻子说道：既然是来道歉的，总要有点诚意才是，不如你脱件衣服给我看看吧。麻子又怎会不知道他的目的，无非就是偷偷拍下视频，加上恶意剪辑发到网上，让自己身败名裂，无法和他竞争。这正是麻子想要的效果。他摘下假发，一副褪去伪装的样子，像个知心大姐一般和男人聊起了心灵鸡汤，一番动情的话也让男人卸下心防。两人都放下在网络上的人设，到咖啡厅里互诉心肠，在街头上畅所欲言。男人在麻子面前就像个刚谈恋爱的毛头小子，麻子趁热打铁，对男人愈发温柔。很快他便沦陷在麻子布置的温柔乡里，情真意切地对麻子告白，甚至为了让麻子更有安全感，男人主动提出要直播公开两人的恋爱关系。麻子看到他完全走进了自己的爱情陷阱，也开心地笑。男人还满心期待地等着直播的到来，全然不知自己即将大难临头。直播当天人气空前高涨，网友们纷纷猜测两个网红聚在一起要宣布什么大事。就在男人羞涩地想公开恋情时，坐在一旁的麻子却说出了不一样的话：网红造假视频大公开。男人一脸蒙圈，这跟之前说好的怎么不一样？他诧异地看着麻子，还以为是在录什么恶搞素材，没想到麻子脸上再也没有出现往常的浓浓爱意。一声令下，曾经被男人伤害过的女孩都出现在镜头前，她们戴着面具纷纷控诉男人做过的龌龊行为，其中被害得最惨的女孩更是勇敢摘下面具，直面镜头，告诉网友自己从来没有和男人有过什么关系，一切都是她的自导自演。男人还没来得及狡辩，一旁的大荧幕就放出男人威胁女孩脱衣服的视频原片，正义男神的人设就此崩塌。可他却不死心，跪地苦苦哀求麻子不要离开自己。麻子也不想和他多纠缠，留下一个不屑的眼神就转身离去，又成功增加了一场胜利的战绩。然而这次还没等新客户上门，之前一直在事务所帮忙的女助理却突然不辞而别。她拿着一沓资料走进了一家专门替男人报仇的事务所，里面的黑衣男人阴森地问：资料都收集好了吗？她3天换一个男朋友，在别人眼里堪称女人堆里的顶级海后，但她真实的身份是个报复渣男的王牌下套人。可即便是身经百战的麻子，今天也碰到了一个棘手的点。男人在美发业苦心经营10余年，奈何技术超烂，生意惨淡，还和麻子一样喜欢研究小蘑菇。
做头发中更是一眼就认出了麻子衣服上的蘑菇适合种类，这让麻子突然起了兴趣。初次相遇的短短几个小时，男人仅凭几本绝版蘑菇杂志就获得麻子的好感，两人似乎有说不完的蘑菇话题。看到自己的蘑菇头变成乱七八糟的大妈头，麻子也没觉得有任何不妥，反而越看越顺眼。男人也开启下一步进展，主动邀请麻子去参观他的蘑菇基地。一向对男人不感兴趣的麻子竟破天荒的答应了，顶着大妈头穿着登山装就去赴约。相处中，男人的每句话每个动作都设计得恰到好处，仿佛就是为麻子定制的完美伴侣。所以当男人深情地抚摸她的脸庞时，麻子也没了平时的理智，乖乖的没有躲开。之后的日子，麻子就像恋爱脑上身，就连工作时都心不在焉，一直拿着手机期待男人。这副坠入爱河的痴傻模样都被渣女复仇事务所记录了下来。原来这才是背后的真相。之前不辞而别的女助理也是安插在麻子身边的间隙，专门记录麻子平时的一举一动，等到时机成熟，再根据调查的资料为麻子量身打造一个完美男友。借以引诱麻子这个恋爱高手上钩后，再给他狠狠重击。可麻子也不是任人拿捏的小瘪三，早在女助理来这工作时，他就起了疑心，但麻子并没有揭穿他。而所谓真命天子的出现更是扯淡，身经百战的麻子早就看穿了他们的计划，男人的一言一行都设计得太过完美，这不就是自己对付渣男那一套吗？好在麻子多留了一个心眼，仔细观察，果然发现有人在暗处跟踪，索性将计就计，给他们来个套中套，也让他们见识见识什么叫王牌下套人。等回到自己的大本营，麻子立马开始一顿大检查，任何细小的角落都不放过，直到确认安全后才将事情的始末告诉同伴。他这是被对家的专业下套人盯上了，幕后主使就是他的宿敌——渣女复仇事务所的黑衣社长。他曾经陷入麻子的爱情陷阱，被抛弃后因爱生恨和麻子当起了对手，现在就是为了复仇而来，敌人都叫嚣到跟前了，麻子当然不能坐以待毙。与男人辗转周旋了几天后，他终于摸清了对方的喜好，发挥自己的专业知识变成成熟的知性美女。男人看到后果然眼前一亮，被麻子迷得呆在原地。好在他还没忘记自己的目的，掏出早已准备好的钻戒，想就此把麻子骗到手。此时耳机里突然传来女助理的阻止声，她在麻子身边潜伏已久，深知麻子不会对这些小伎俩动心，男人只好连忙刹车，再找机会下手。可麻子才不会给他这个机会，他为男人精心准备了爱心蘑菇餐，结果刚吃一口就被咸得吐了出来。男人看到麻子在一旁不知所措的模样，想到他明明不会做饭，却还是亲自为自己下厨，这番真情实意着实让他大为感动。没想到他成熟的外表下还藏着娇羞的一面，男人渐渐把任务抛在脑后，不由自主地喜欢上麻子。可就在这时，黑衣社长给他下达了最后的通牒，让他赶紧拿下麻子。男人表面镇定，但内心里却是犹豫不已。两人再次相见时，麻子流着泪不舍地提出要结束和男人这段关系，还说害怕男人知道他的真实身份后会离他而去，不如趁早分开，对双方都好。说完便决绝地转身离开。男人听到这彻底慌了，他意识到自己早就爱上了麻子，无关任务和其他，他牢牢抱紧麻子，表达着自己的爱意，还祈求麻子不要离开。监控后面的社长意识到不对劲，让他立刻停止任务回来。可男人此刻满眼都是麻子，他不顾社长的无能狂怒，当着麻子的面将耳机摔在地上，不仅表明自己的真实身份和目的，还将公司那些祸害人的破事都抖了出来。这时藏在一旁的同伴拿着录像机走了出来，麻子得到了想要的东西，也不继续装了。看在他最后身心悔过的份上，麻子放过了他，走到镜头前对着背后的黑衣社长说，要是不想让自己把证据交给警方身败名裂的话，就乖乖解散他的事务所，否则自己一定会再把他推进地狱里。黑衣社长彻底完败，不过这也让他对麻子更加疯狂的着迷。甜蜜复仇的1、2季到此结束，期待第3季的出品。我是匹夫，如果你也喜欢一口气看完一部剧，关注我，咱们下部剧再见。